煮好食哈，晒了快，你阿龙哥要煮嘛好食的料理。正月今日准备的啊竹笋啊，哎，哦竹笋哦，其实都好食，是凉的，是变的啊，就凉笋。哦，我今日唔係做涼筍，好，咁簡單啦。今日準備按照筍香老虎醬，哦，香老虎醬辣咧，係當辣咯，佢係熱天啊，也係好食辣的呀。我今日準備麵，哎，拌面，也係飯，順前做得。哦，哎，你啊首先哦，那現在筍，也是因為麻筍，那個涼筍，綠竹筍，哦，綠竹筍用不綠哦。綠啊，綠了就會苦啊。哦，也冇使到熱條嘅啦。哦，不過一條一太條呢。嗯。哦，可能一刀就可以把那個筍剝好了。你去哦，咱去白了啊，好啊，你在hem該買竹筍的，你白子做的嘞。還服務到家了。我說哦，你啊，綠竹筍真貴哦。你講買這個是按用綠竹筍啊，還是麻筍啊？全部都有季節呢。有季節，有季節。可以它除誒，它除誒就冇誒。哎，好，你下該來下妹，哎最好是兩節啦。係嘛？哎，兩節是最嫩的。好，哎你下來切一塊。哎。主廚做料理，你冇拉甜手切吼？我切係嘛？唔是啊，我先才問點點。啊，我不是你煮出來不是，我不是可以當花瓶哦。哎，當花瓶。好。好，你啊，來去切，對。其實老虎醬哦，顧名思義就老虎啊，凍惡啊。凍惡其實。會咬煙是，但都會咬煙啊。哦。你下來切，一切啦。不過可能準備的料的啊，就講有筍，然後又有豬肝肉，按用感覺啊吼，就有按用的八寶醬的感覺。嘿，又強。哦，其實你也做八寶醬啊，韓國炸醬，你是加條乾啊，韓國該用的豌豆仁啊，豆瓣醬，豆瓣醬啊，好。甜面醬。順前做得啦，你係加埋嘅8種子出嚟啦，哦，嗰是耐煮嘅哦，耐煮嘅，你做唔得，嘅加小白菜啊，嗰都做唔得啦。係啊，吊菜也沒做唔得。做唔得咧，哦，加下你有粉啦吼，一下冇得啫。好，你啊首先哦，我哋先來燙一下。我先燙過。來燙。燙過按用炒薑和炒嘅熟哈。養五味啊，有那個濕的米啊。好，跟你先來切片來個讓燙樣。等下來燙一下是做得嘞吼。我等下溜起來，等下文心月，我讓我撒粒麵，嘿，來咩崩來。好，我哋啊，是的，啊，你下先來開水火，我先到倆，先切一下，跟寶媽先來預熱一下。蒜頭，韓國辣椒一定少唔得啦。因為這個係你嘅台灣嘅料理啊，辣椒嘅啦、蒜頭啦、蔥頭啦、蔥嘅啦、姜麻啦，要用加五用，還有個七葉菜、六用，所以當接用嘅按用嘅辛香料。差唔多哦，台灣料理啊，廣東料理啊，春前用嚟到倆幾種啊，哦，因為啊，台灣人好食。啊，好食啲啊，辣椒啊，呢套下蟲咧，你其實要做得做一薄起來，撈佢要冷凍起來，韓國撈佢半夾變咗雪春前做得。好，你啊，兩條，兩條，睇辣椒係冇咁辣嗬。哦，按新月姐姐講嘅。我哋下用3條，我原本是講用2條就好咧。好，一下按呢嚟沖啦。哦，你係用好嘛？做得，讓我溜到啲玻璃碗，用嚟落麼？做得。那10個啊，未下夾
还加熟哦，因为啊，加纤维质，还葱。講嗰啲啊，麻油，香油，又係麻油。麻油，麻的油。你當好用麻油煮菜哦。要用麻油還是你當好啊？哦。歹勢。哦，我就個撚嘢倒在我將綠豆啊。當聰明我下殺素啊，都做下殺素這樣做的哈。好，什麼？也就開始煮麵的哈。好，嚟啊！嚟啊，豬腳肉。觀眾朋友啊，嚟啊！你唔好食豬肉，你用雞肉嚟做得。哦，也係你會做嘅用嘅，實在啊，實在係是冇用嘅啊，豬肉嘅，素火腿啊，條乾啊，安個香菇啊，嚟做一做，嚟用嘅辣醬，哦，實在已是辣食得，哦，做唔得食葱頭、蒜頭，最近做唔得，用得用新香料。好，嚟一下，來咯，嚟啊，五條絲誒。五條絲啊，設備，撈去走誒，而家走誒撈去洗過，一個洗2遍3遍哦，洗好啊，來浸水，來，因為啊，你五條絲用當多嘅鹽，撈去滷3張嘢，3張滷過啊，咁會香，你一下撈去10個炒，咁香味啊，咁會10個照出來，你一下10個，等你一竹筍好咧，竹筍哈。真緊啊！冷天時間，冇你就竹筍啊，係是用筍乾咪做得啦，用筍乾咪做得，冇可能係啲咧，嚟做起咪當多。哦，一片水滾了哈，啊變面了哈，啊不用一刀誒，瞬間不用落去，咁面咪要注意下下啊，你啊一定要不用竹筍啊，不用竹筍哦，啲口感下好。啊，記得啦，唔係瞬間咬落去，瞬間綿綿嘅東西啊，咁係用條乾啊，佢咪會軟軟，而家竹筍就係唔會。好，搭過來，辣椒，撈蒜頭，前辣咯吼。好，你嚟去炒開啊，嚟炒一些啦，嚟邊邊呢，韓國嘅豬腳肉啊，你啊。撈去當啊，撈去當冇貴氣啊！好，仲有呢，搭過來，呢調油，係嘛？調油，下胡椒粉撈酒，好咧，同樣愛燒一下，下胡椒粉。兄弟啊，調油不用落去啊，你一定要炒過，咁米絲又會出來。本家嘅米絲嘅咁樣嘅層次做嘅，哎呦，一點點一層一層加嘅。係，一下豆瓣醬，應該全部乾炒喎。你下乾炒，但係不用啲啲嘅水。好，你看米酒不用滴了，用少片酒啊，用少片酒按然後，好來水，我按多水哦，像做肉醬用啊，一定要滴滴的燙，你香皂啊，你那叫飯呀叫麵，你要燙。啲啲汁啦，嚇。去燙。啊湯，好。湯流湯。湯，咩咋？湯啊，你係湯，也係湯，也係湯。也係湯，也係汁。
哦，电的。好，我哋下，倒到粉來。你有沒有用呀？嘿，冇錯。差唔多了。要熟好。要熟就好哦，有啲嘅辣。係嘛？有很辣嗎？湯。湯。更加哦。我講，用呢隻煲嘅煮麵就唔錯嘅，因為麵啊它倒得會水，你啊，你看那煮到一樣爺爺啊，一水爺爺啊，一麵就煮唔會清爽，不會這樣子，口感就會太，而且這樣子會像種燜熟一樣嘅，好嘞哈。得嘞，我哋看到粉哈，你剛好是係，不過有小朋友啊，你是莫不用按辣啦，莫不用按辣。你做好，咱做得松本也清切啦。你凍香，也一啲嘅辣椒。佢假使人家不改有中間用嘅竹筍的呀，你就做得哎呀，買唔太嚟就拿來煮，煮到變一乾一乾的哎呀。做得。就是買嘅。係啊。你不用弄個乾的地度嘅嘛，佢辣椒嘅用個乾的地度。好，來起扦菜吧，莫切吼，做乜莫切啊？因為啊，我係驚面時間甜，等下，咱做得來睇做得哈。好，來，湯絲，也唔係湯，唔係湯，也係湯絲。湯絲。我講，唔免我講嘅，我現在為前沖下按。賢惠，有醬。賢惠是沒有這麼有智慧的助理。好，韓國咧，香菜啊，香菜啊。好，來，係乜嘅？然後按照竹筍、羅浮醬、竹筍、羅浮醬，剛好食咯。筍香老虎醬。竹筍薄殼切到角角的，辣椒的、蒜頭、蔥的切幼幼的。竹筍麵經湯鍋準備，先用麻油炒豬腳肉，再加豆絲、竹筍、辣椒的、蒜頭、豆油、胡椒粉、豆豉醬、米酒、水、糖、鹽，芎下炒，再kend到粉的，再淋上奶油、蔥的、起鹽插炒到黏咪，今後等煮好的老虎醬舀到麵底度，安尼就做好嘞。